金價咧，我研究咗超過20年㗎啦。咁所以20年前個金價咧都係講緊200-300蚊美金一盎司。咁但係今時今日個金價幾錢啊？4230幾蚊啊，同200幾300蚊係上升超過10倍。我哋呢20年間咧個通脹有冇升咗咁多？有冇超過10倍？咁啊絕對冇啦。尤其是咧我睇過咧，而家個金價咧個月線圖嘅 RSI 咧就好誇張嘅，去到超過92。咁去到超過92，即係意味着啲咩咧？個金價咧係有機會咧係一個好大嘅幅度嘅調整，因為呢個係月線圖嘅超賣啊。雖然呢個金價升，但係唔係一種金股咧都會有機會升嘅。咁最緊要咧，大家買相關嘅黃金股份咧，一定要了解佢背後嗰個 business model，因為個金價越高嘅時間咧，反而咧啲人咧未必去有興趣去買啲金㗎，因為好似而家大家嫁娶嘅時間咧，都知傳統中國人都會買一啲叫做金飾啦。咁但係咧而家咧就可能相對嚟講咧買嘅金飾都係一樣，咁但係咧就相對嚟講就可能打得比較薄啲，含金量就會冇以前咁多㗎啦。咁啊所以咧變咗咧，對於佢哋真係做一個靠賣金去做生意嚟講咧，其實個生意係未必有機會利好嘅。咁就算哪怕高盛話睇到6000，咁但係佢升到6000之前，佢可以調整到去3000、3500啊，之後先再升翻上去嘅。咁所以大家咧對於呢啲金礦股或者個金價咧就要特別小心㗎啦，因為而家咧真係一個風高浪急嘅時間啦。